Hello， 大家好，我係阿榮。今日阿榮咧帶大家睇一睇位於中山火炬開發區嘅最頂級嘅會所嘅樓盤洪水一品。依家係全新加推3棟嘅118平方。咁我依家所在嘅位置就係叫做東南亞風情園林啊，搭配有2個非常有特色嘅鳥籠。首先入門啦，睇翻嚟嘅就係水景，以水為材，招財進寶，仲有無邊際嘅泳池。等下咧，阿榮就會帶大家睇一睇4000平方嘅會所，以及咧各種嘅健身器材。最後咧就會上到示範單位，同大家睇一睇。首先入去啦，呢度就係恆溫泳池啦。然之後就係無邊際泳池啦，兒童池都係有嘅。跟住又過咗嚟室內，你睇下室內休閒休息區。亦都係有水吧嘅，有咖啡飲嘅。呢度咧就係有水療池嚟嘅，不過係更衣室嚟嘅，就唔可以隨便泊啦，因為有個人嘅私隱嘛。過到嚟健身區啦，呢度就係健身室嚟嘅。你睇下佢呢啲健身器材，各種各樣嘅都係有嘅，非常之豐富。攝影師睇下，呢度就係跑步機室啦。住喺呢度啊，簡直就係享受一個人生嘅樂趣啊！佢呢個小區係非常之出名嘅，有4000平方嘅會所，種種色色都係有嘅，泳池、水吧、休閒區同埋健身室。咁依家就想示範單位啦，過到嚟118平方嘅示範單位啦，3房2廳2衛。首先入門啦，睇翻嚟佢呢個大門咧。交付標準都係非常之高檔嘅，你睇下鋼板大門非常之實淨嘅，3碼合一嘅指紋鎖。攝影師睇一睇佢呢個雲廳設計118平方，我最中意雲廳設計啦，因為咧佢呢條過道係利用賣啊，就係一啲浪費空間都係冇嘅，係非常之實用性嘅。咁對開啦就係 L 型嘅廚房，可以容納4個人喺呢度同時煮嘢食。呢邊就係雪櫃嘅位置啦，佢呢啲櫃板都係做好晒邊啲嘅。標準咧，依家係非常之有檔次嘅，而且咧，我中意佢呢個風格啊！買白色嘅牆身，然搭配白色嘅瓷磚，睇起身係非常之精神嘅，一啲都唔感覺到暗森嗰種感覺。重點嚟啦，佢呢個陽台，到時候收咗樓咧，呢度都可以封埋窗嘅，將趟門全部推晒出嚟，咁樣子顯得又更加闊落啦。呢邊又擺回一套茶具飲茶，睇翻嚟。東南亞嘅風情園林，下面就係無邊際泳池啦。樓間距係非常之闊嘅，而且咧採光非常之好。入門打嘅就係光濕分離嘅衛生間，係非常之闊落嘅。攝影師又要睇一睇一字形嘅採光位置。咁右手邊咧就係打一個房間，打一個房間咧亦都係冇遮擋嘅。你睇下佢呢個窗嘅位置，出邊個景色。採光非常之好，都係擺回一張1.5米乘以1.8米嘅床，呢邊就安裝回一門斗頂個衣櫃。第2間房啦，都係同一樣嘅設計，擺張1.5米乘1.8米嘅床。佢呢個樓間距好闊落，採光亦都係好好。呢邊又安裝回一門斗頂個衣櫃。最後一間就係主人房啦，哇！主人房大啊！擺張1.9米乘以2米嘅床都 OK 嘅，到時候咧呢邊就安裝為2排個櫃嘅位置，對開就係主人房嘅衛生間啦。